台南市打造科技数位学习之都，19号举办 AI 机器人创意甲全国赛，总共有213队538名学生报名参赛。上个动手组装机器人，下晡进行比赛，不但趣味，更有教育意义。那我们的机器人比赛，在日本，不管是日本和歌山，或是在美国 FIRST 的这个比赛，事实上台南都有很好的成绩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获得冠军的这个优秀的队伍，将来要出国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市府都会补助一些经费，让大家能够把最厉害的台南经验，能够在国外为国争光。台南在教育方面，自细汉扎进 AI 教育，学校有定期设计等课程，培养学生的智慧科技力。比赛场地地主中山国中就是真好的示范。那中山国中呢，本身自己也有4个科技团队，包括我们的生活科技竞赛、仿生机器人、手持机，还有我们的电竞社。尤其生活科技竞赛呢，在111学年度呢，在全国18队当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全国的第1名。比赛强调甲生活议题结合，伫当中会当看到学生无同的创意。教育局表示，这次比赛包含基地救援、守护家园、救难英雄、精准打击、智慧城市等项目，最后产生出10支冠军队伍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